皇帝蟹冇錯，而家皇帝蟹泛濫啊！嗰個團咧，我哋直情係會有一個活捉皇帝蟹嘅行程。哇！咁啲團友去拉嗰個蟹籠上嚟咧，次次都會問我哋一個問題㗎，究竟係咪已經即係預先擺定咗廿幾隻蟹嗰度㗎咧？9日嘅時間，全程住晒5星級酒店，同埋咧其中有2晚啦，住翻嗰邊最有特色嘅洞穴酒店。我覺得呢個好新奇嘅其實。歡迎大家收睇《開箱旅行團之非常開箱》。又同兩位拍檔啦喎，Mayling、Katie 你好。Hello，阿直。係啊，我係阿直啊。咁我哋今集嘅主題咧，我就非常之中意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今集嘅主題咧，我哋係講緊豪華之旅，同埋性價比之旅。咁豪華之旅固然之其實Katie 你覺得喺你心目中何為一個豪華嘅旅程咧？其實我要求唔高嘅，講真係啦，即係我覺得就係一個豪華團啦，喺我心目中啊嚇，我覺得只要包晒餐。係啦，咁然後我哋個團入旅行團入邊咧，可能會去到一啲叫做特色啲嘅餐廳啦，係啦，即係可能有時未必係旅行團常用嘅餐廳，可能自由行啊都要另外再 book 啊，或者可能幾個月前已經要 book 定啊，咁有啲特色嘅嘢食下啦，同埋住嘅酒店，我覺得呢個都係十分之重要嘅喎。哦，即係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要比一般團隊好，冇錯，就係豪華啦。我會覺得譬如酒店嗰方面啦，即係我以日本為例啦，我覺得豪華團咧溫泉酒店咧最好間房入邊有私人風呂，係啊，呢同埋譬如可能去到日本嘅富士山啦，係啦，嗰間房望到個富士山，係啦，咁我覺得我已經好滿足㗎啦。咁我覺得咧，其實衣食住行對於我嚟講咧，豪華團就最緊要行嗰 part，係因為點解咧？坐飛機你知都辛苦㗎嘛，即係我認為豪華團最好可以坐商務客位就夠豪華啦。其實有冇啲團可以即係一報名已經知道係坐商務客位嘅咧？其實都有㗎，譬如就係呢個新西蘭咁計啦。我哋咧其實由報名嗰一刻啦，已經知道係確保係商務客位，即刻確認㗎。係啊，冇錯啊，咁就可以放心好多咯。因為嗱，好講真，香港飛去新西蘭都要大概9個鐘頭左右嘅時間啦。如果你話要坐經濟客位嘅話，有某部分嘅客人嚟講，可能都會比較辛苦嘅坐時間。咁但係如果你可以坐住個商務客位，飲住個香檳咁樣去目的地嘅話咧，就完全唔同一躺平。你好似已經坐緊咯喎，可以躺平喺個商務位嗰度。咁新西蘭都係的，而且確可以豪華之旅喎。不過你問我咧，其實我自己帶團經歷裏邊咧，我自己帶過一個最豪華嘅團啊，係一個北歐團嚟嘅。我有咁耐以嚟，即係試過一次，就係真係住到一間豪華嘅酒店啊，衣食住行啊嘛。嗰間酒店我好記得咧，就喺薩尼色爾卡嘅一間玻璃屋啦。咁所有北歐團喺極光係啦，都係玻璃屋。嗰間有幾勁咧？佢係傳統嘅芬蘭木屋再加玻璃屋嘅 crossover 咯。咁嗰間酒店不得了啊！有私人嘅桑拿。就係頭先我所講嗰個類似啦，私人風呂有少少唔同，你私人風呂就浸溫泉啦。咁芬蘭浴咧就好緊要嘅，即係芬蘭人好中意焗桑拿嘅。佢哋全國嘅人口咧有一半以上係擁有桑拿，係啊，好犀利！每兩個人喺入邊係啊，平均每兩個人就有一個桑拿。咁正宗嘅桑拿係點焗嘅咧？即係你係用柴火去焗啦，焗完之後咧喺你最熱嘅時間。嗰間酒店就係啦，即刻可以開門衝出個雪地，然後攆落個雪地嗰度。係啊，正所謂，哇！最熱嘅時間，再係一個最凍嘅，即係將啲毛孔擴張完再收縮咧，加速嗰個新陳代謝。呢個就係正宗嘅桑拿。咁嗰間酒店就係有私人桑拿啦，有木屋啦，嗰間木屋可以瞓幾個人啦，然後再有埋玻璃可以喺一個溫暖嘅環境，靜待極光嘅出現。咁當然唔少得，最正係咩咧？喺挪威考下你哋。挪威最出名喺個北冰洋下邊，最多乜嘢海洋生物而又係好好食嘅咧？皇帝蟹。皇帝蟹冇錯，而家皇帝蟹泛濫啊！嗰個團咧，我哋直情係會有一個活捉皇帝蟹嘅行程。哇！咁啲團友去拉嗰個蟹籠上嚟咧，次次都會問我哋一個問題㗎，究竟係咪已經即係預先擺定咗廿幾隻蟹嗰度嘅咧？係啦，咪做馬咧絕對唔係啦，因為而家北冰洋下邊其實皇帝蟹咧，即係可以話多到泛濫嘅。係啊，咁我哋去每食一隻蟹，係對呢個環境作出一個好大嘅貢獻。咁所以嗰個客團嚟，你可以夠膽我用一句形容，係食皇帝蟹食飽。係啊，即係呢個。想去貢獻下。即係貢獻下係嘛？咁啊，仲可以玩埋個破冰船啦。
冰海漂浮啦，咁呢啲豪華之旅的而且確非常吸引。不過即係一個團，我覺得豪華係咪即係最重要咧？我成日覺得，即係唔同嘅團又有唔同嘅需要㗎嘛。咁我哋都好多客人會中意一啲性價比高嘅旅行團。但係其實阿直啱啱聽你咁樣講，個北歐豪華團有咁多行程，仲可以住到一間咁特色嘅酒店。我相信如果真係齋自己上網 book 啊，個價錢都一定係唔平啦。係啊。係啊，咁我其實如果計翻個跟團，雖然呢個係豪華團，但係其實可能個性價比都好高㗎喎。其實我又即係講得好好，豪華團同性價比，我覺得係可以共存。係係啊，即係團費貴，但係只要個內容值係物超所值咧，其實都係一個性價比高嘅團啦。咁當然我哋唔單止淨係成日講啲價錢咁高㗎嘛，呢一啲抵玩，好似 Mei Ling 你嚟緊5月。報咗我哋公司一個性價比好高嘅團喎，我聽聞。我就係報咗去土耳其嘅。哦。其實咧呢個團真係性價比好高嘅，因為其實團費萬零蚊，但係全程住晒5星級酒店。坐飛機都抵喎，萬零蚊。係啊，冇錯啊，飛咁耐喎，係啦，9日嘅時間，全程住晒5星級酒店，同埋咧其中有2晚啦，住翻嗰邊最有特色嘅洞穴酒店。我覺得呢個好新奇嘅其實。係啦，因為我未住過，但係亦都知道其實係淨係土耳其先至會有呢啲嘅洞穴酒店。係啊，冇錯，其實去試下都好啊嘛。係，其實真係好抵嘅，因為除咗團費抵玩、性價比高咧，去到當地消費都抵啦。里拉跌緊啊！我知道。係啊，里拉跌咗好多添啊，同埋即係好呢個行程，我用3個字形容多元化。係嘛？一個歷史名城啦，去伊斯坦堡，即係我哋講緊東羅馬嘅君士坦丁堡。3個古城，求其都超過1500年嘅羅馬古城。然後2個自然奇觀，棉花堡、奇石林，係嘛？咁所以其實哇，一個咁多元化，哇住又唔差，咁當地消費物價又抵，性價比好高，性價比真係高。咁所以其實我哋公司咧真係好多性價比得嚟，豪華團得嚟。2樣兼備嘅團隊咧，都可以俾我哋嘅。仲有一個咧，就我覺得都係豪華團，亦都係性價比好高嘅團喎。係啊，就係曾經我都係跟過自己公司啦，永安旅遊啦，係啦，去到一個叫做299嘅廣東省團喎，2日1夜，係啊，299，你以為299？我心諗係喺香港食一餐都唔止啦。我頭先食飯都唔止啦，299。但係咧呢個行程咧2日1夜係啦，住嘅酒店仲要係國際嘅5星級酒店啦，咁啊包足咁多餐係啦，第一日嘅午餐啦、晚餐啦，第2日嘅早餐、午餐係啦，咁啊基本上咧，其實你計翻咧，講真係超值啊！係啊，食嘅嘢咧全部都係十分之豐富，再加上我哋住嘅酒店咧附近咧都有夜街行，一路去入宵夜食係啦，即係雖然呢個宵夜係要自費啊，係啊，所以299玩到嘔。真係，你淨係講真，你一架旅遊巴即係我哋交通啦，係啦，同埋一餐即係喺香港消費都唔止啦，係啊，所以呢個性價比十分之高，非常之好。咁所以如果對我哋以上嘅行程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留意熒光幕上面嘅 QR code。另外，亦都可以留意熒光幕上面嘅推廣碼，係啦，喺限時之內喺我哋嘅分行啦、網上面、手機 Apps 或者熱線中心報名就可以有優惠㗎啦。最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記得撳埋個鐘仔，優惠優先睇，下集見，拜拜。